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4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14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，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一粒麦仔。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的罪受掠、受鞭拍、受侮辱，搁互判刑，并且钉伫十字架。伊为着世间人的罪，伊宁愿牺牲家己来成做赎罪祭。互人脱离罪的捆绑，甲死的权势。反倒转来看，咱看见伫台湾，伫前几工仔启动的即个妈祖事件，因为严格即个掌握即个董事长的位，互真长的时间互即个向来足爱去参与的遮政治人物，逐个拢拢无搁再安尼，逐个会当讲毋敢去今年只有一个政治人物去参加尔。伫报纸的报道因经过彰化市的时阵，又搁拄着某一群追求极权、主张出卖台湾的极统政党的即个扰乱，因大声主张家己有民主权利，因追求极权搁主张讲民主权利伫遮政治化的宗教行为的中间，事实上看袂到的一个真重要的元素，叫做牺牲。看来只有牺牲别人来成就家己的利益为治政治想法。伫咧进入受难周的即个期间，咱看见台湾民间宗教的乱象。咱除了摇头以外，我想这也要提醒咱爱反省，来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意义，以及基督徒应该怎样被警醒，应该着爱怎样来做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2章36节的记载一项代志，这个就是耶稣甲犹太人讲话了后，伊就安那稳重起来。是对人性来讲，就着当初时的环境的角度来看，就耶稣的智慧，伊实在会当继续稳重起来，就会当避开遮的亲像约翰福音12章所记载的遮的人，为所有言家己的死。但是耶稣基督也讲，伊讲一粒麦仔，若无落伫土里来死，犹旧是一粒；如果是死，就结出济粒来。这是有表伊家己的受难，也表明伊的决志。耶稣基督搁再进一步来提到，圣经讲，迄个疼惜家己性命的，就要丧失性命；愿意牺牲家己伫即个世上的性命的，反倒当要保存即个性命，到伫永生。什么人要侍奉我，就得爱跟对我。我伫遐，我的仆人也伫遐。迄个侍奉我的人，我的老爸一定看重伊。即句话是对遮个跟对伊的人所讲的。今仔日也咧对基督徒你我来提醒。这段的经文的意思，亲像浪子故事中间遐个仆人共款。无论主人就是迄个老爸，咧讲什么话，
因拢完全来执行。因无意见，袂质疑，因只有执行。好，咱参像伫今仔日的经文，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话：，什么人要来侍奉我，就着跟对我，我伫遐，我的仆人也拢伫遐。安尼服侍态度，上帝一定会真看重，上帝一定会接纳，一定会祝福。耶稣基督伊家己就做了真好、上好的典范。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，经文中间提到着伊的谦卑、伊的顺服，以及伊的牺牲。哥林多前书甲咱讲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大宽怜甲智慧。保罗安尼讲，圣经记载18节，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悬的信息，是伫遐个惊灭无的人来看是愚妄的；对咱这得救的人来讲，却是上帝的大宽怜。因为圣经讲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那安尼，聪明人伫倒位呢？博学的人伫倒位呢？世间真狡辩的人伫倒位呢？上帝已经互这个世界的智慧真做愚妄啊！上帝运用伊的智慧，互世间人袂话阁借着家己的智慧去认捌伊。反倒转来讲，上帝借着阮所传迄个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。看起来真愚妄的代志，因为遐会无明白救恩的智慧的人，就着常常受到质疑。因质疑耶稣哪会汉误？对伫遮个疑问，保罗安尼讲：犹太人要爱伫神热，希腊人追求智慧，阮却宣扬受定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个信息伫犹太人看起来是侮辱，伫外邦人看起来是轰动，但是得到上帝选召的人的眼中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人，这信息就是基督。伊是上帝的大宽怜，伊是上帝的智慧。因为所有上帝的愚妄总赢过人的智慧，所有的上帝的软弱也赢过人的坚强。咱的聪明，咱的智慧，并毋是因为咱本来就是，咱是因为伫咱相信上帝宽怜甲伊的智慧所出来。咱领受迄个一粒为着咱死的麦仔，咱就是伊的性命，是伊的牺牲所弹出来结出的新麦穗，新的性命。因为伊的光照咱，互咱的性命也会通发出光，互咱有福分接受安尼的救恩，诚做福音的光。诚做见证，因为咱的性命，人就看见基督的性命，今仔日遥居活地。保罗继续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着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阵，恁是处伫倒一种的境况？对人的观点看，恁真少是聪明的，真少是有能力的，真少是有高贵的地位。上帝偏偏拣选世间人所认为愚妄的，互人的聪明来见笑；上帝拣选世间人所认为软弱的，
互人会坚强，也变做见笑。上帝也竞选世间人所轻视厌恶，认为无够看，来推翻一向被认为重要的。互人伫上帝面头前毋通好看口，然后上帝互恁会通得到甲基督耶稣联合，通好互伊阁成做咱的智慧，借着伊，咱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，并且得到自由。亲像圣经所讲的。什么人要看口，就着看口主的作为，伊就是迄粒麦啊。诗篇71篇第1节到14节。上主啊，我哀告你，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投放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常伫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歹年就受你扶持，互我的老母出老母会巴肚的是你。我要不时称赞你。真侪人看我做奇怪，毋过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我的喙充满对你的称赞，规日规用光互你。我年老的时，求你毋通放杀我；我气力衰懒的时，求你毋通离开我。我的对敌议论我当等要加害我的性命的人在参详，讲上帝已经甲你放杀，担来对伊，来掠伊。因为无人要救伊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放我远远毋插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帮助我。愿控告我的人拄着见笑灭无，愿计谋要害我的人受凌辱闹亏。毋过我时常仰望你，我一直称赞你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成做一粒麦仔来拯救阮，互阮会通来得到救恩，会通来学习谦卑顺服，来见证主，献上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